去到韩国旅游一定要体验的汗蒸木，现在伫台南嘛会当体验到。不过，这间业者所采用的恒温设备是由清代热力学专家所研发，会当将室内温度甲湿度控制伫咧会当轻松流汗阶段，得到不少消费者大力推荐。里面的那个汗蒸木里面的空间比较大。 然后很舒服，然后它的那个温度啊，感觉不会那么闷，跟我之前在别家做的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。然后它的里面进来的空间、休息区跟它的尤其是卫浴，我很在意的部分，它的卫浴很干净。因为我以前也在别家待过嘛，觉得它空间比较小，而且。 它那个就是你待久了，觉得你呼吸很困难，而且它地上烫到你的脚，好像感觉快被煎荷包蛋的感觉。可是这里那个地板是躺下去也是温温的，它不会让你感觉很烫。对，而且你看我们待了那么久，还是也不会说呼吸困难。我们在我们普通的那边有那个要蒸汽室里面那个排那个气，那个不能待多久，你马上就热得受不了。对对。但是这个可以。因为我们汗蒸坊跟一般以外的汗蒸坊。 特别不一样是我们非常的专业，不管在热度、温度还有湿度，你进来你的感受全程都是舒服的。那我们一般建议客人就是待在大概45分至60分钟左右，这个是最恰当的一个时间。当初因为关心家人的健康，凯尔集团总经理张凯琪甲翁婿才成立真光这个集团旗下副品牌，现在更希望将这个健康的好礼物赠予大家。 家人的健康是家庭幸福最重要的一个根本。我们在思考是，当我们帮助了自己家人的健康之后，我们可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家里也可以跟我们一样这样子的有健康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到国外的时候考察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备，我们发现哦。 这样设备非常的好，如果引进台湾的话，可以帮助更多，尤其是台湾海岛型国家气候的一个生活环境，其实大多数的人80%的疾病都是因为身体的湿气过重而导致的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带着公司的一个公务团队到国外去考察，也跟当地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设备机构呢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研究，设计出适合台湾的人使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备。那我们引进成功之后呢，在跟我弟弟本身他是一个清大一个热力学的一个专家，他本身自己有成立一个专门针对热力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单位。那这个热力学研究也获得了美国、台湾跟大陆的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。真光的恒温设备不但摕到台湾的专利，就连美国以及中国的专利嘛同款摕下，证明个人的研发实力坚强。业者未来嘛将伫咧全台各地成立据点，希望将企业健康理念推广，予更较侪人知影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